来中国一个货船玉州启航，调离亚洲的外海，随着风影愈来愈大，这货船目前已经靠搭。即摆上惊是船的漏油，伤害到海洋的生态。货轮伫亚洲的岸边靠搭，海影一直拍，一直入水，船身本来起尔，到即摆强要淹过啊！ 中国籍货轮玉州启航号原定29号上午从基隆港出发，要返回中国，但因为在基隆外海野柳这里失去了动力，而且受到康瑞台风外围环流跟海流的影响，现在还发生了搁浅在岸边的情况。 玉州启航号尾29就停伫亚洲外海，船长宣布讲拍定弃船，袂堪的遮强的风甲漏水。 昨开始驶位愈来愈歪，亚洲的岸边，经过一暝大风甲大雨，货轮已经靠搭。本来所在的三座救生机已经有2台落落海啊，恐惊有漏油的危险。那目前因为风浪很大，那拖船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把货轮脱离，所以我们也要等待整个在能够操作的过程状况底下。 才能够把货轮脱离。在康瑞台风来袭的时候，货轮倾斜搁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全力防范漏油事件的发生。航海局赶紧调派咱台湾大型的拖船赶到现场，是讲风影依然真大，而且这台船敢拖会行也唔知。 相关的单位爱搁讨论，另外嘛要全力防止漏油，污染到北海岸的海洋，造成生态祸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